哦，讲到点点呢，稍来就真正要来听几首歌哦。我们台语歌坛的天后级人物黄以玲哇，再度的推出了最新的这个作品哦，叫做《点在你身边》。这张专辑呢，对于黄以玲来讲也是她的一个里程碑。为什么呢？因为是第50张的专辑，第50张的专辑了呢。哦，你想看卖吼？这个一块去盘当中那10首歌，伊即马已经贡献互咱台语歌坛咧，已经超过500首啊，对吧？所以这张专辑呢，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专辑哈。当然，除此以外呢，在这张曲盘当中的10首歌曲，全部拢是咧阐述很正面、真正面、真温暖的爱的力量。咱今晚就来听下第一波的主打歌，叫做《点点》。是一种自卑。
大家都要点点啊听。这是咱台语歌坛的天后黄乙玲啊！那讲到黄乙玲诶，经典的好歌太多了，讲什么山明海誓，对不？哦，六月挂彩歌有心顶顶啊，这个经典的好歌哦，人生的歌，又个分做吼初期、中期甲近期的对不？近期的呢，最近的是已经5年前了，这5年的时间呐，这里。黄乙玲呢，一直拢伫咧家己的生活当中在找寻另外一个提升自己心灵的自我所以呢这几年的时间伊嘛思考真济伊嘛有真济无同款的体验来这里用全新的面貌在大家的面前呈现之前呢我们有听过他的歌曲都是较属于一种较悲情的较苦情的，但今仔日你若听到伊声音感觉讲足温暖的呢，敢若听完以后过去可能听这个乙玲姐唱歌，感觉讲，哎呦，足沧桑的。即摆听完以后就感觉，哎呦，足温暖的，有一种迄个空嘴口疗愈的感觉有无？为什么呢？第一张专辑上新的专辑叫《点在你身边》，内面的歌曲拢是这个需要传达爱还有温暖的力量出来。黄乙玲的这首歌曲叫做《点点》。有当阵咱甲人那真正有一寡摩擦啦，是讲有一寡较无爽快的代志你就要跟人家据理力争到底，到尾伤害我那嘛是家己，对不？嘿，这个路见不平，气死人人，这是安尼是有当阵呢，真正足无爽快的代志，你往哪会当甲吞忍落？这嘛是需要一种勇气，需要一种自卑心。咱来听黄乙玲上新的歌声，叫做《点点》。朋友拢嫌我太无坚持，不知影阮其实嘛有个性。若是花心地，就会当万事如意。这个世间哪会搁有伤心？也无听惜我苦度家己。不愿别人操烦阮的代志，若是花艰苦，就会当目屎面滴，幸福快乐哪会这呢宝贵？有一天你会知影感情哪有情义，草厝嘛有滋味，爱到固执，啥物拢担会起，点点点点嘛是一种勇气。有一日，有日美丽的面对现实，若无相信，解释嘛无意义。一旦切心，就离开嘛会遮避，点点点点嘛是一种自卑。惜我苦度家己，
切心，着离开莫责备，点点点点嘛是一种慈悲。听到伊的歌，伊的声，就会看到心内美丽的所在。黄以玲最新台语专辑《踮在你身边》，第一首推荐《点点》，前朝发行。你若听到伊的歌，伊的声，就会看到心内美丽的所在。黄以玲最新台语专辑《踮在你身边》，第一首推荐《点点》，前朝发行。你若听到伊的歌，伊的声，就会看到心内美丽的所在。黄以玲最新台语专辑《踮在你身边》，第一首推荐《点点》，前朝发行。